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9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芊。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北自治国际学校的师生去台中参加实农教育，有140个人身体表爽快，怀疑中台便当出问题，引起食物中毒。台北市警察局长和几内高站去年甲绑架角头食饭聚会，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警察局有回报，一切拢依法处理。已经结婚有咧上班的女性认为，上班的环境友善程度干那4.4分，上班的妈妈生活疲劳的分数创下5年新高。新北市立的自治国际学校初7带5年仔去台中的新社参加农会班的实农教育，煞那像食物中毒。到当有140个师生身体无爽快，其中4个人住病院。就连农会迄边嘛有7、8个人有镜头，怀疑是中台便当出问题。台中市已经要求业者要暂时停业，甲检体送去化验，上紧2礼拜后会知影结果。囡仔欢喜体验手作课程，新北市立鲁德国际学校小学部262个师生5月初7去台中新社进行农会举办的实农教育，而且用餐。不过，在这个活动结束了后，身体开始无爽快，就连迄天有参加活动的新社区农会总干事，身体嘛有各样。就是全身酸痛，然后稍微发烧，然后拉肚子这样，异状吃的时候都不觉得有异状哎。精神是还好，他这么因为是发烧啊、上吐下泻这样子。学校统计到5月初9，已经有140个师生涂家了，其中4个学生还伫咧大院观察。农会嘛有7、8人员有镜头。负责主办的新社区农会表示，师生迄天的实农教育有家己做吹软，有20个学生无参与这项活动，身体嘛有状况，怀疑问题不是伫咧吹软，是厂商提供的产品。他很正是他亲自当场做、当场蒸，经过高温的蒸煮，所以它不是像餐盒是别人准备的，完全不是，因为他还有晚餐的问题，还有陆续有行程去摆铺装，是，所以说都是我的问题吗？其实说真，我对我有信心。农会表示讲，迄天分做2批出餐，用餐的时拢无各样，到底是倒一部分出问题，也该厘清。台中市食安处嘛派人去厂商作业的场所稽查，发现有缺失，已经要求业者复查合格进程，停止出餐。责令业者暂停作业及进行消毒，复查未合格前不得供餐。台中市食安处表示，检体已经送验，按算上紧2礼拜后有初步结果。若是验到病原菌，会使依照违反食安法处罚；若是甲人体验到同款的病原菌，会移送司法侦办。记者台中报道。来看美国的军舰今年第3届驶经过大海。美国的海军第7舰队有发布声明，讲是照行程通过台湾海峡。不过5日空总统的就职典礼就要到啊，时机较敏感，有引起讨论。那咱国防部的副部长表示，美国是照惯例经过，目前台海周边的情势拢是稳定正常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面册白暗时发布声明，表示下卡一只波克级的飞弹驱逐舰海尔赛夫照规定行程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军舰今年第3摆经过大海，因为都是5日空总统就职进程，时间点引起联想。咱的国防部表示，美国是例行航行，目前台海周边情势稳定正常。这属于自由航行，那国军呢，对于每件通过台湾海峡这一部分呢，都全程的及时的掌握，状况是非常正常的。对于有利于趋于和平稳定的各项行动，我们都给予支持。不过，强军继续搜找七八几天，国防部查到5只强舰、23只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3只火箭机甲无人机超过海峡中线，出现伫咱的西南空域，离俄罗片上近只有58海里。
面对中国威胁，美国国会议员决策，那强军反台夺取台积電對美國有什麼影響呢？ What happens if China invades Taiwan and locks dow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American commerce and takes over TSMC? It would be absolutely devastating. Right now, the United States buys 92% of its leading-edge chips from TSMC in Taiwan.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指出，中國若掌控台積電，也會衝擊美國。台積電是台灣戰略資產，美國愛協防台灣，未納入北京嘅手頭。針對台海局勢，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佢表示支持台海和平穩定，無樂見任何危險可能改變現狀嘅挑戰行為。記者綜合報道。前台北市長郭文哲最近有台智光、金華城甲北樹科這3案引起爭議。國民黨嘅台北市議員鄭小平在去地檢署持靈控告郭文哲第4案，講郭文哲佇任內甲第一果菜魚類市場嘅改建案發包予中華工程，涉嫌盜利特定嘅財團。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張小平等人初九早起去台北地檢署控告前台北市長郭文哲任內檢行發包第一個菜市場，也個魚類批發市場的改建案，予中華工程，也個逼議會追加49億的預算，涉嫌盜利特定財團。這是郭文哲任內第4大弊案。你今天弄這樣涉嫌貪腐的事情，有沒有羞恥心呢？不檢討還敢罵我們？當初我們也不想給你預算，你蓋那個爛尾樓，還追加了那個50億的預算等等。都是你造的孽。每一筆預算都曾經在議會審查過。今天所有出來講話的議員，我就直接問你一個問題：當年你們在哪裡？郭文哲回應講，每一筆預算攏有送去回心查。不過張小平是講，原定6層樓的果菜市場加8層樓的魚類市場，因為預算無夠，攏敢去到5層樓。蔣市府就必須追加預算，才會當甲工程完成。已經將相關施工的公文加開會記錄這證據交予檢方。整個當時的規劃、發包到執行也都在前任市府就已經進行。那我們接手之後，當然議會部分黨派議員提出的質疑，我們就是釐清，然後對外界說明。台北市長蔣萬安講，萬代果菜市場案，至今市政府就已經完成規劃、發包甲執行。你做外界也有疑慮，會趕緊查清楚。目前趕緊愛做，就是愛緊完成改建，因為批發市場是公共事業，必須先穩定大台北地區，包括魚類、蔬果的供應，以市民權益做最大考量。記者綜合報道。台北市警察局長張英興和幾名警界高層洪家康講，去年5月底有甲網家角頭，也就是青山宮的主委黃清源翁仔某食飯聚會。張英興駁回講是議員邀請伊參加公務參會，伊事先唔知影黃清源會來。安尼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警察局有匯報，一切攏是依法處理。嫌犯到走的最後一步，警力動員機場抓人。落網的黃清源是青山宮的主委，也是網家地方角頭，牽涉到青頭頂案件，找來予人軀體告案。不過即馬也出警界高層甲伊有聯絡，去年5月底閣真接做伙食飯。畫面內底查甫人就是現任南港分局長張耀仁。代志發生迄當時，是台北市警局的公關室主任，參加參會人也包括萬家分局長董欣欣，連台北市警局局長張英興，也個台北市民政局長陳英德攏在場。我事前完全不知道黃清源會在場，而且那我是第一次我遇到他，坐在那邊也如坐針氈。我跟他談了，也只能談公會廟會。對於未來這個青山王公祭的這個安全維護，我是事前知情的。要討論到青山王祭的活動，我就去參加，就這樣。我是不是假的？我根本不知道。陳英德回應，事先是知影，是為了討論青山王祭才去的。顛倒是張英興親上火線陪會，是議員邀請出席公務的參會，拄去拄到黃清源翁仔某，事先唔知影，事後有用書面報備。請食飯的台北市議員陳建中初九晚後出面說明，是萬家在地人拜託討論活動的相關補助加治安的維護。那事先並不知雙方有誰一定會到，
有谁一定不会到。我觉得对警察局长，我再三说，真的很抱歉。我想一切我们就依法依规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乌白两道共道食饭引起外界对质疑的声音。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相关的情况警方拢有汇报，一切拢是依法照规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桃园市府的警察甲消防员也无算在内，公务人员死头路的比率有7%才侪。有议员表示，这工课量分配无照稳，工作环境歹，压力大等等，拢是问题。建议市府要推动轮调。讲电话、拍电脑，办公室的公务员每一个拢无用气气，工作压力大。尤其桃园市府车辆行车事故鉴定会11人，都有4个人离职。除了相关，另外有生涯规划，也佫有申请返乡服务。刷定人员的工作实在相当，议员接到学工民众投诉无好面色。这些人力是之前考试分发进来的，那他年资到了，他可以申请他返乡。那我们有2位申请返乡。鉴定会是民众遇到车祸，想要厘清这个事故的肇事责任非常重要的单位，但现在人力极度的不足，而且这些同仁呢，每个身兼数职，每天都要开好几场的鉴定会。车监会表示，桃园行车事故案件为107年的1542件，到去年已经达到2159件，年增率是40%。工作量逐年增加，除了简化流程，无涉及重要定数业务，该由委外人力处理。那去年离职率较悬的前5个机关，分别是原资讯科技局、新闻处、文化局、经济发展局甲农业局。对于员工的一个友善职场，我们一向是非常的一个积极，那来留住人才。那未来人事处呢，也会协助各机关积极的领补人才。是不是透过一些轮调的方式来调整他们的工作量？要不然有的人忙到快翻掉，有的人应该对他怕棒，这样子也没有办法留住人员在原来的岗位上。市府表示，去年无包括警察甲消防人员，公务人员离职有483人次，离职率是7%。议员指出，劳业无平均，工作环境无好，加职场高压管理等问题，建议职场轮调。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伫1个半月内停电40外届，引起各界关注。台电是搁再强调讲，停电是因为设备故障，毋是欠电。而且论真来讲，桃园停电次数和去年比起来，其实有较少淡薄。因应桃园最近陆续发生停电的事件，台电已经增派190人推沙专案巡检，检视桃园地区线路甲弱点设备。台电搁再解说，最近桃园地区的停电事件，是因为外力天灾或者是设备故障致使的短时间停电。区域停电毋是欠电，而且对比去年同期，桃园地区的停电次数其实是有降低趋势。桃园以最近几年来看，它从1年停电700、800多次，降到去年大概200多次。其实台电的努力、台电的改善也都是有显现出来。那我们还会再持续在做努力。台电表示，桃园地区有1109条供电线路，开受到外物去卡到这外在环境影响，致使停电的情况发生。台电第一时间也拢有赶到现场抢修并复电。若是欠电，毋是故障，都无可能这么紧就修理好。电力这种意外事故造成的实在台电真的是委屈了，真的不是台电，也不是缺电的问题。这个台电在这个做这个处理大概是全世界没有人复电那么快的啦。这个大家可以去比。若是因应夏季用电高峰到安怎整备因应？台电讲，陆续有新兴能源加入，伫核电退役了后，整体供电量能也是比去年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检方侦办大塘的饲猪场违法带废弃物的案件，发现大塘有饲猪场的厂长和废弃物处理的厂商斗空，把垃圾桶、用件的废弃物，甚至是死猪仔，拢带伫咧饲猪场内底。目前是已经甲6个被告收押。现场怪手是一直咧挖，已经挖到2-3公尺深啊！这挖出来土巴，毋那拢是地塞臭味，佮拢已经完全变色。检方收到通报，指挥南区环境管理中心等相关单位，车尾去到嘉义彰化去抄2个大塘的饲猪场，开好了后，才发现讲有去囤废土、甲建筑废弃物，甚至佮猪仔尸体。所以这是狗仔咬出来的狗仔。嘿，咱好处理这何只啊？嘿，狗仔比20只，比这都多，叫好报纸来。
在睡觉。伫咧学过程，台层人员佮讲，这猪仔应该是去互狗家事拖来吃的，后续检方带走10几个人，转去问过，认定其中4个饲猪场的公务人员和2个手上人员涉嫌违反着废弃物清理法和贪污道理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中李姓被告等6人认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1项第3、第4款、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第1项第4款图利等罪嫌。且有逃亡、串供、灭证之余，均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台南地院认为，6个被告犯着的拢是上轻本刑5年以上的罪行，恐惊畏罪逃亡，有灭证、交激强犯证人、盗口径的记录，裁定羁押禁见。台通公司是回应讲，启动内部检讨，会全力配合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在地民众甲环保团体长期反对精鼎公司起焚化炉，早起因早12000份的人数去抗议，嘛指出讲精鼎办的说明会已经互环境部认定定数有问题，要求爱另外搁办一届。环团是强调讲精鼎公司违约，要求经济部就爱随终止合约，停止推动起焚化炉。终止契约，精鼎违法违规，精鼎违法违规。经济部终止契约。为中华带来12000多份联署书做成一面纸墙，环团代表伫顶头用红旗写反对精鼎焚化炉，重申反对到底决心。针对3月中精鼎伫江滨工业区举办的说明会无互反对的民众发言，环团强调已经互环境部认定定数有问题，不满开发单位更唔撤案。为什么还不撤案？环团指出，依照相关投资的契约，重大违规，包括工程进度严重延后10%以上，兴建期间开始了6个月，依然无法度开始兴建计划。精鼎虽然宣称是民众抗议的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无法度开说明会开工延期，但环团认为违约的责任在于精鼎。以上这几点都足以让经济部立即终止本件 BOT 契约。我们希望经济部可以站出来，大声喊，不用赔他钱，立即终止。对此，经济部虽然派官员接订正书，刷定讲要发新闻稿回应。那我想针对今天我们环团任何的诉求，我们会再以新闻稿的方式做回应。谢谢大家。环团甲代表最后甲联署书后好交互经济部代表。中华宽明理事长张淑芬更加呼吁，经济部爱互中华妈妈上好的母亲节礼物，就是马上停止精鼎焚化炉的开发。记者林俊梅配合做 SNG 小组台北报道。社会愈来愈进步，针对社会议题，少年辈嘛愈来愈愿意提出因的观点。不过，国内青年相关政策分散伫各部会，无专职单位。今仔日立法院教育委员会是举办青年基本法草案公听会，希望未来青年基本法会当处理青年会拄到问题。在政府施政方向，嘛会当参考少年人心声。咱台湾目前也欠一部专门照顾青年、系统性过点青年事务的法律。初到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针对青年基本法草案，邀请民间团体、专家学者开公听会。各党派立委总共提出5个版本的草案，但是青年是几岁、安怎定义，各立委都有无同的想法。学者建议定18岁到35岁，分做2个阶段来规划。第一个阶段是大学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他到社会的初阶阶段。这个法里面，它会要融入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在这个阶段，他是不是应该有培养他的一些培力，包括政府机关给他的一些培力啊，像公民素养啦、品德啦、法治这一些，跑到第2个阶段来，要连接到，比如说整个社会或者整个政府企业，让青年有一个期待跟愿景。长期关心青年议题的民间团体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指出，目前青年政策分散伫政府各机关，无统一的青年认定标准，对青年需要什么也有无同的想象。那青年基本法通规定政府成立专职机关，统一处理青年的事务，也互各机关伫制定青年政策的时，通统一方向。青年身份法制化，各县市成立青年专责单位，还有政府定期的公布青年政策白皮书，跟政府定期召开青年国事会议，以及各级政府青年参与机制法制化，透过基本法的设立，达到系统性的强化青年参与及法源上有所依据，并且成立专责机构单位来主责这个青年事务。民间团体指出，过去大众对青年事务的想象，大部分拢是高等教育、就业、
基础政绩一个期待，因认为应该增加青年参与，青年就有机会主导未来，和青年通打造因希望的生活。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甲出门2礼拜，就是5日抗总统就职典礼，新政府的团队成员嘛，拢已经刷咧公布。前行政院长杜英泰带领新内阁是话要成立 AI 内阁，代表英语、活力甲创新的意思。另外有一寡台派团体甲民间团体今仔日开记者会，针对国防、统战甲政令排换政策提出建议。AI 执政团队开创台湾未来。2个月20就职典礼，热清的执政团队上任敢若剩11天，办事一台派团体召开记者会，针对各方面提出建议。其中，前国防部长蔡明天表示，望前总统伫就职典礼爱公开宣示台湾的主体性，嘛爱表达咱国望参与世界组织的积极态度。在月底就要开议的WHO 世界卫生大会，跟年底9月的联合国大会，我们希望赖总统能够借用这个机会，向全世界的政府人民表达绝大台湾人民希望参与国际的政治，分担国际社会的治理的工作。面对中国大量运用赤草、小红旗等等对台湾封杀介绍是进行思想和文化的统战，台湾社建议政府应当推动以台湾学为主体的网络平台来预防文教统战。我们应该建构一个台湾学核心的一个大架构来推动去预防文教跟这个统战的一部分哦。另外，针对咱国日抗5抗政零碳排的政策，其中一项目标是要淘汰食油的汽机车，尤其奥多巴的部分，根据交通部去年的统计，全台湾有1400万外台，数量是真惊人。民间团体建议政府要提供补助，提升车行销售电动机车意愿，促进油车的淘汰。最有效的政策就是电动机车的销售，有66%的机车行从业人员认为这个是他们提升转型意愿最重要的诱因。对主权国际参与公告预防统战和环保减碳的议题，民间团体对5日抗要上任的新政府和新内阁有积极期待，希望和台湾在各方面拢会当对着国际脚步。记者卢尚如、王可选、郑春游台北报道。人力银行公布女性就业压力调查，用1分到10分来看。已经结婚有咧上班的女性认为讲，台湾上班的环境对女性的友善程度干那4.4分。有53%已经生囝的妈妈，拢捌因为有新生囝，拄着主管甲同事无友善对待。而且根据调查，咧上班的妈妈生活疲劳指数平均是79.5分，创下5年新高。一手无用接电话，原来爱去安大幸福边的囡仔，伊是新手妈妈美玲，因为无后患，早就决定要将囡仔送公托，想要到临时被告知命假已满，好卡在延长育婴假期间，摆到另外一间公托，可以顺利登去食头路。虽然中华同事拢很体谅，不过读册进前囡仔较有突发状况，那真是拄着无法度临时请假，也真烦恼。其实蛮担心会不会就是主管会想说你怎么一直在请假？但还好，这间公司比较不会刁难。人力银行公布女性就业压力调查，已经结婚的上班族女性认为，台湾这场环境对女性友善程度是真低，以1分到10分来评分，平均只摕到4.4分，其中54.7%的女性提出5分以下计分。政治部门已经加做妈妈上班族有53%伫职业生涯当中，莫因为有新生囝遭受主管或者是同事无友善的对待。在职场上感觉到最大的压力来源，可能包含像是临时请假可能会被为难，或者是呢，他担心生完小孩之后没有办法重返工作岗位，或者是同事主管的态度不太友善。有一项调查也发现，这场妈妈的生活疲劳指数平均是79.5分，创5年新高。每天工作时间差不多是10.8点钟。进一步探讨妈妈焦虑的原因，这场上是长期加薪甲无法度配合加班应酬。家庭部分上焦虑的是，下班了后有一堆的家事，诸如教育甲错过陪伴囡仔，拢互妈妈伤脑筋。因为这个工作压力跟工时过长，导致自己呢没有办法兼顾家庭跟事业，以致引发跟这个自己的子女或者是丈夫之间的这个关系
梳理。杨宗斌表示，生活当中有囡仔虽然是甜蜜的负担，不过这场妈妈却更较烦恼工作的压力，工作时间是不是和家庭甲事业搭头紧？有人甚至也阁因为照顾厝内老大人，和生活出现真侪偷笑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妇权团体妇女心理基金会成立婚姻家庭法律咨询专线，今年满30年啊。基金会分析最近10年的资料，发现互问上侪是离缘、囡仔监护权、和翁某财产分配问题，而且查甫人打电话来咨询的量，当年是增加超过1成。斗阵设计能够庆祝为实践女性帮助女性的理念，妇权团体妇女心理基金会30年进前成立婚姻家庭法律咨询专线，提供需要帮助的人婚姻问题咨询服务。真侪志工服务的资料拢超过20年。我觉得从薪资给我们的教育，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回馈或是服务的工作。我自己都不认为说我们是在奉献，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学习。基金会他们可以从这些个案中知道说，现在还有哪里是需要修法的，哪里还有在现在社会妇女的还有哪些困境是需要帮助的。妇女心理分析将近10年3万多通的电话资料，将近870女性、男性来电话量增加，也有1成2。而回顶悬31岁到40岁打电话来上济，31岁到50岁是占6成。新闻前3名的问题分别是离婚、囡仔监护、财产的分配等。热线来咨询的时候，他们都会问说：“裁判离婚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怎么判决离婚？”但是其实最近比较常见，他们会去问协议离婚是要如何协议，然后他们调解离婚要如何调解。希望大家好聚好散，你要去讨论到底谁对谁错，但是重点是在于离婚的效果。子女的监护权、探视权，然后还有所谓剩余财产的分配。因为问的内容往往反映婚姻当中做背难解的所在。30年来，妇女心理用这资料分析参考，推动民法等的修法，亲像监护权、用囡仔上好的利益为主等。目前在研究放领赡养费请求的条件，甲分居制度修法，希望透过修法立法，达到男女平权。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家己做的第一粒气象卫星“风者”，去年10月升上太空。经过调整，太空中心表示，上紧今年6月，也就是后个月开始，“风者”会当和福卫7号做伙观测气象，提供今年风台季的预报参考。交换你们手中的合作备忘录，互相伫文件签名。国家太空中心甲中央气象署签署 MOU， 要强化双边合作，提悬气象预报的准确度。我们的福3、福7所提供的资料是大气的垂直剖面资料，所以基本上是温度、湿度。那当然，它还可以衍生出压力。猎风者呢，它提供的是海面的风的资料，对于台风的相关的个案，或者是台湾的这个豪大雨相关的个案，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大概已经建立自己在这一个相关的 GNSS-R 跟 RO 的自己的自制的技术，上面其实是可以配置这样标准的模组。进行国家发射场的选址，再过来就是我们在拜访可能的单位，比如东部，我想是东部、东南部才有可能。台湾头一粒自制的气象卫星“风者”，去年10月成功发射，伊的搭载 GMSSR 会当提供目前相对较欠的海面风速数据，会当甲福卫7号所提供的大气、电力站等资讯互补，也会当加做刷落来风台季的气象预报参考之一。海面的风浪的高度以及海面风的速度，综合福卫3号以及福卫7号的努力，我们过去的18年来呢，总计提供近3000万笔资料给国内外的使用者。后续呢，我们也期望猎风者的相关资料产品呢，能够进入天气预报。目前福卫7号逐工产制5500笔大气资料，甲4000笔电力站资料，两单位的合作，伫提升气象预报的准确度的同时，也可以当提供卫星通讯定位所需要的太空天气资讯，甲民生参灾害应变防救等领域的协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日本一个救车大国伤病的顶级人翻译水员1名，防指控讲偷摕大国伤病的钱去还缴销。
职员一边即阵是承认讲银行诈欺，佮有偷走税这2条罪，这加加起来上重会当判决33档，罚款是超过台票4000万。根据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加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大谷翔平的前任翻译员，39岁水源一平已经同意承认一项银行诈欺罪，相关会当判30年徒刑；甲一项提高不实税单罪，相关判3年徒刑，佮加5年假释条款，参125万美金，大约4052万台票的罚款。司法部表示，水源一平有计伫未来几礼拜内正式认罪，有定暂时传讯。各界推测，水源会伫即天正式认罪。相关消息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首先公布。水源的律师弗里曼对此无做评论。洛杉矶道市甲大谷的发言人也拒绝对这件代志表示意见。联邦检察官艾斯特拉达初被发声明，被告欺骗甲窃盗程度真严重，利用大谷翔平对伊的信任，助长家己危险的跋筊恶习。根据认罪协议，水源2018年先替未晓讲英文的大谷，伫凤凰城开设一个银行口座，佮把变更甲这个口座有关的安全证书、电子邮件甲电话号码、银行验证电话。电话是直接卡互水源，而毋是大谷。水源甚至加做大谷卡互银行24摆。2023年9月，水源向大谷表示需要6万美金看喙齿，大谷开一张支票予伊。水源收起来，另外用大谷的签小卡去付迄笔6万美金的看喙齿费用。另外，水源2022年提交不实纳税申报表，像少报税额410万美金，也表示伊还佫欠115万美金的税款。公司新闻黄文编译。巴黎奥运剩无80天就要起稿啊！这阵盛会总算是为希腊送到法国南部的马赛港，有128年历史的庞船贝伦号，嘛甲盛会再入港，城23万人围观，现场人客人叉叉叉。总统马克龙和奥运组委会主席嘛拢去现场迎接。经过12天地中海的海上航程，将奥运盛会为希腊运到法国的历史古船贝伦号，伫1014架军队的迎接之下，慢慢驶入马赛港。现场马上响起国歌《马赛克》，帮昂贝拿30烟火选去法国空军巡逻兵飞行表演队，用空中训练式喷出昂贝拿30彩烟，互现场群众看甲眼气，一直咧学乐。这是法国为1900年、1924年8年了后第3摆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盛会由奥运金牌游泳选手马纳杜去里假扮迎接，落船了，佫交予帕运短跑冠军凯塔，佫传予法国人一歌手奖，以为点到盛会台。Merci beaucoup, merci à tout le monde. En tout cas, je suis très fier de faire ça ce soir. Et la grande force à Marseille. 这是奥运盛会史上头一摆经由海路的方式到主办国。总统马克龙加奥组委会主席艾斯坦格拢伫现场迎接。艾斯坦格指出，会选择马赛做盛会教会的第一站，唔那是因为这是法国上大的都市，同时也是因为这是希腊人所建造的。盛会团队驶入古港的规路线。围观的群众是客家杂统统，车路四周的建筑阳台、厝顶也拢是人。Depuis ce matin, oui, on est resté ici à attendre depuis 8 heures. Elle aussi, elle, la dame aussi, et tout le monde. Eux aussi étaient là depuis 9 heures. Ça va jusqu'au Paralympique, c'est important de signaler. Voilà, c'était magnifique, merci. J'ai bravé la foule et tout, donc vraiment, c'était vraiment une ambiance, enfin, c'est vraiment une euphorie en fait d'assister à je pense à cette occasion qui va se présenter qu'une seule fois dans une vie en fait. 暂时一个免费音乐会甲宴会表演，为早甲暗系列的庆祝活动，互马赛港加做大型的派对现场。为了安全，当局出动8000个警力维安巡逻。奥运盛会初九开始为马赛出发，陆续后1万批飞机手接力，传到法国各地甲海外6个领土，最后伫7月2日到巴黎参加奥运开幕式。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欧洲访问，第2站为法国去到塞尔维亚和总统会谈，双方宣布要建立2国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上近7月1日就会起行。
欢喜到无物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塞尔维亚签署联合声明，为深化甲提升全面战略友好关系。除了宣布两国自由贸易协定会伫7月7日生效，各为塞尔维亚带来真济项利多。一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塞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三是中方愿扩大进口塞尔维亚特色优质农产品。习近平欧洲行第2站由法国转去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翁某亲身到机场接机。两国领导人会谈了后，习近平宣布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首期6项措施，佫包含两国青年交流，欢迎塞尔维亚展开贝尔格勒直航上海航线等。吴契奇是各一摆表态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佮伫声明当中强调台湾是中国无法度分割一部分。Svako pitanje koje bi neko postavio Narodnoj Republici Kini jeste njihovo unutrašnje pitanje. Tajvan, Xinjiang, Hong Kong, to je pitanje za Narodnu Republiku Kinu. Kako Kina želi da rešava te stvari, tako će i da bude. I uvek će imati podršku Republike Srbije za tako nešto, jer to je ono na čemu počiva povelja Ujedinjenih nacija. 结束塞尔维亚访问了后，习近平要去这一摆访问最后一站匈牙利，佮甲总统、总理会谈。不过人也未到蔡北省伫当地媒体导述表示，双边关系进入历史上好时期。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目前伫咧拉法结束的小战，美国决定要停止提供炸弹予以色列。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表示，伊对华府的决定是感觉真失望。哈马斯伫加沙南部都市拉法郊区甲以色列军队交战，进前华府证实暂停用使以色列一批威力强大的炸弹来防止巴勒斯坦百姓伤亡。We've been very clear, Senator, as you know,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Israel shouldn't launch a major attack in Rafah without accounting for and protecting the civilians that are in that battle space.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尔登对华府这项决定表示，真互人失望。华府打算尽量避免以色列全面入侵拉法，佮表示相信哈马斯修订了停火协议，有机会会打破经济险局面。七八伫开罗佮重新开始谈判，七八下晡伫拉法因看到部队乌烟穿起来，伫星期8月发动攻击，拉法西边有厝被炸害去，有人死伤。في منطقة طبعا فيش فيها خارج نطاق العملي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هم أعلنوا عنها. 以色列政策测试开一笔拉法节边境站点，设定一条重要的援助路线，甲撤离伤患的唯一出口。联合国官员表示，这对已经超过一半地要起的百姓的救援，根本是一场更较大的灾难。以色列最近一直威胁要对拉法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消灭藏在机场的数千名哈马斯战士。不过拉法同时也是数十万巴勒斯坦人目前避难所在。百姓听到以色列下令疏散了后，各物件款款逃命要紧。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表示，为7到8月以来，差不多1万的巴勒斯坦人离开拉法。哈马斯表示，伊海战士咧伫东部甲以色列军队作战，伊斯兰圣战组织是伫机场附近重炮轰击。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高雄小港大南部甲红片头，上百个居民今仔早起去市议会头前抗议，因为签署安置计划书顶管写的条件，和当初时市府说明会答应的无对同。土地协议买卖，佮有补偿的金额，拢对居民无好处。居民是要求市府就爱开听证会。召开听证会！召开听证会！提高迁村补偿！提高迁村补偿！300几个来自大南部甲红片头的居民徛几排，车到透早来到高雄市议会头前，为的是抗议迁村安置计划书条件对居民不利。少坪数购买增购土地这一个，它有限制很多，也没办法每一个人去买到。那少坪数的呢，麒麟地，它也没办法去换土地。他也会用征收，在不可抗的因素之下得以征收。合意计较无成，就可能变成征收。计划书条件甲市府答应的无共，互居民感觉哄骗。但高市府煞伫抗议前一天表示，已经有90%的居民同意迁村方案，引起居民的不满。94%的大南部人拢同意迁村，这敢是真的？甲阮百姓收的一平地是14万7，结果阮无够平数，要甲你市政府买。我爱用20万甲市政府买，
啊，大家看你有理，敢有道理？买地价小比市府收购的价小，每平贵5万几块。大若无是旧部落，真侪居民的土地拢是共同持有，嘛袂使将名下土地合并计算平数，种种拢互居民感觉委屈。副秘书长透早接过定情书，表示会转达意见。有一些持分啦，这个共有啦等等这些私权争议的这些事项，那我们也会尽量的来收集民众不同的意见。来让这个迁村能够办得更周延。陈其迈表示，会用1对1方式调查意愿，对居民反映的问题嘛会继续协商。针对保障的金额敢爱调悬，会照建筑物上新的成本计计算来做保障。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宜兰县教育处长简信斌伫咧议会备询的时，互问讲，敢会调悬老师校外教学的补助？简信斌煞是应讲，因为校外教学有女性社的人咧斗吵，无希望老师就踮边仔休困。这款言论是随引起批评。校外教学学生囡仔拢真期待，不过宜兰县教育处长的这个讲法引起议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适度的也要调整他的旅游的上的一个补助？也不希望如果有少数老师在那边，就算有旅行社小队服在那边休息，这绝不容许。议员即阵为老师争取提高带学生囡仔去校外教学，也是毕业旅行时阵的补助。教育处长简信斌讲，无希望少数老师因为有旅行社人斗带，就伫遐休困，绝对无用稳。这个讲法引起部分老师的不满，认为安尼会互外界误会老师打击士气。地面册发公开批，要求简信斌爱公开说明。我觉得确实让我们收到的会员的反应都觉得对这样的感受到这是一个比较不公平以及不成比例的一个批评。宜兰县教师这个工会指出，这个议会难得讨论校外教学补助费用的调整，教育处无适时肯定基层人员的辛苦，佮摕特殊少数案例来质疑教师，对一寡教育人员真无公平。你没有梗啊！老师带学生去社区农园买菜进行食农教育，有老师是讲，囡仔离开校园，就算有旅行社人斗带，老师嘛要负安全责任，佮需要甲家长保持联络。然后过暝形成学生有状况，半暝嘛要协助送医，这拢是压力。我是强调，完全就是强调，我们老师是去教学，不是去旅游。简信斌回应，伊是要说明老师是去校外教学，不是去佚佗，会甲囡仔教好，并不是批评老师校外教学拢伫休困。那是不是有提高老师校外教学，还是毕业旅行的补助？教育处表示会以调悬的方向努力。记者综合报道。清华大学打算要伫高雄的莲池潭做赢各种的旧土地来设分校，地方是拢真赞成，不过民间团体无法度接受，因到高雄市议会抗议，认为市长陈其迈伫选举进前答应讲要伫这块土地起公园，今嘛煞是要起学校，恐惊会破坏生态。那市府是回应讲，未来要求清华大学伫校园做公园化设计。莲潭绿地，守护莲潭绿地，兑现市长承诺，兑现市长承诺。手提抗议的牌仔徛伫议会外口，大声发出诉求，因拢是莲池潭守护人民的成员，因为传出清华大学要选伫旧左营国中做高雄分校的消息，因这期高雄市长陈其迈捌伫2021年公开承诺要甲旧左营国中的地来做公园，是安怎今嘛煞改变？那这个大学，我们看高师大。看那个旧左中旁边的美国学校，它是盖满了建筑的，它不会再是绿地。它当初承诺是留绿地给下一代，你变学校后可以留绿地给下一代吗？我就问这个问题就好。兵团认为莲池潭有风化自然景观绿地，也是知名的风景区。未来这块地若变做是学校，绿地面积会减少3到5倍，嘛可能会破坏生态。都发局表示讲，清大已经有承诺会保留绿地、树仔做开放性的空间，会兼顾生态。大概5块地让他们去选择，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我们认为说，可以。在校园公园化的共同设计上，其实是不同的意见是可以获得满足的。兵团强调，因无反对大学来高雄设分校，是支持市府高雄明明有其他土地，无需要牺牲莲池潭的绿地来起学校。可市府回应，目前这个案的都市计划变更停书，也伫来进步审议当中，未来嘛要求学校维持一定比例来做绿地。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台东的海滨公园有一个更贴做的红色的大象坑，有真侪游客拢会踮遮翕相。这是20年前咱苏的艺术家做的装置艺术，不过因为天啊生生啊，今仔日拆除。若创作者是认为讲保强就会当解决啊，公所煞是内拆掉，无尊重创作。初九早起，不少游客赶来台东市海滨公园，伫这个红色大象坑头前翕相，伫拆除进程留落最后的记忆。台湾摄影协会资深摄影师也赶来记录这个作品的最后时影。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台东的地标。那我们摄影界的朋友在这里杀了太多底片了，这是一个我们大家的回忆的记忆。那这个红色框框，因为它是铁做的。物品，所以在海边很容易就锈蚀了，而且它现在锈蚀的非常严重，而且也有一种摇动的感觉。这个作品有人讲是看海，创作者是男士艺术家夏曼马德洛米斯卡。伊讲20年前创作的时，伊叫做千变万回，因为每年无分日时是暗暝啊，会当透过这个相框看到无同的海上风景画。也毋过伊讲作品只要保强就好，无受大危险，强硬拆掉全民资产是无尊重创作。也毋过官府表示，也是爱以安全考量，未来会整体规划邀请更较侪艺术家来创作。很粗暴的决定。便以形式就这样拆掉，然后也没有交代任何的其他的方案。我们会跟施工所的团队一起去做讨论，如何将装置艺术跟休憩设施在整个海滨公园里面呢，是既可以顾到游客的安全，又可以继续打造我们的一个观光营造魅力的据点。官府讲，游客设施甲装置艺术创作要向无共的中央部会争取经费，要等整体规划完成，官府就会重新将海洋相关元素的装置艺术搁呈现伫海滨公园，提供游客翕相。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七星潭最近青旗，也就是人讲的水尖长咧大出，成钓客去钓鱼。不过民众检举讲，有真侪水尖的鱼头互漂伫海波，毋若臭腥味影响观光，而且水尖的喙来咸咸，有可能会害游客着伤。花莲观光有名景点七星潭海边，也未落山宝都因闻到臭味，原因就是海华山顶悬出现真侪水尖的鱼头，附近人拢讲是钓鱼人独来漂伫遮。有人是钓了，就在这个地方现场去处理，把想要吃的带回去。但是这个味道，对，在海边其实这个是对游客来讲的话，味道是蛮糟的。另外，水尖鱼的喙真尖，偏伫观光重点所在七星潭海波顶悬，过去都游客被擦掉，结果感染肺结核分期感困。水生的那个嘴巴，它非常的尖，非常刺。如果游客吃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就是因为它是丢弃在那边会产生一些细菌嘛。所以我们倒是认为这个是很不应该，也不道德的事情。水尖是台湾东部海峡常常看到的鱼，春夏期间大出，因为鱼头较无价值，有的人就将头剁落来劈掉，带走鱼身，不过安尼已经犯法。废弃物清理法的第27条，动物尸体随意弃置的话，没有把它放在废弃物的储存的设施的里面的话，这是有1200到6000块的罚款。毋但是水尖鱼头乌白片现场，还有真侪钓鱼人留落来粪扫。伫当了后，花莲真需要观光客时阵，无公德心的做法引起争议。环保局表示会加强暗时的巡逻，搁请安全单位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2017年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了后，咱台湾是让8年搁要举办国际比赛，也就是双北明年要办的世界壮年运动会。今仔日嘛正式公开吉祥物的名称佮有模样。徛在台顶做出拍羽毛球的姿势，伊是目前全球年岁上大的103岁羽毛球选手林友无，拍球拍50档，也捌摕到国内羽毛球比赛连续40年的冠军。明年准备参加世界壮年运动会，参80岁选手挑战相当。林友无表示，人爱振动才会健康，即马逐礼拜练习3届，一届2点钟，伫家己通负担的范围内，就去拍拼，希望摕到好的成绩。我们人的健康长寿啊，最主要的各种运动，246还保持打羽毛球，一天2个钟头。当然，我希望也要拿到冠军嘛。既然参加完，当然有愈高的名誉愈好。有一个国家曾经有101几岁的参加过，我们呢由我来参加完。
明年双北共同举办第10届世界总联运动会，是亚洲头一个主办单位。主办单位表示，目前有10000多人报名，希望上尾通到4万人。即马香港、日本、澳洲的报名人数上济。那以国内来讲，双北的民众是占8-9成，呼吁其他县市的民众只要有兴趣、符合年会规定，拢通来参加这场国际性的运动会。项目的部分，主办单位也讲，上济人报名的是田径、游水甲羽毛球。田径。人数国内外拢足济，再是游泳，再就是羽球，田径个满。阮即马你甲总会你讲看会使个有一刷名额无？主办单位前一阵也伫网络顶募集吉祥物 Strong 的华语名，要挖2000人参与。拜四正式宣布，伊号做壮宝。主办单位表示，希望用浅蓝色和粉蓝色的色水，呈现团结活力，替这摆选手赞声。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根据内政部的估计，咱台湾伫2026年都要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讲，每5个人内底都有1个人会超过65岁。不过，目前咱台湾有真侪时大人要惯习讲台语，实际煞是拢听拢无。台南区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为着要传承母语，第一届找国校来配合，要甲母亲节活动打造做全台语的学习环境。若伫5花10色的菜色，囡仔念华语无问题，若换做台语煞小可客客。不过不要紧，社区时大，正做老师，一个看一个，豆豆甲囡仔开喙讲思维甲俗语，因个传干乐甲红仔标顶古早米，互学生哪算哪学。但是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今年头摆结合国小，甲母亲节活动，打造成全台语的环境。以前袂晓讲，但是囡仔咧学了，我就会讲。有菜粿、甲金粿，佮有别个菜。我学台语感觉较爱台语啊。今个爸仔母甲少年拢教因着讲国语啦，应该是爱教因做台讲台语较对啦，哟，爱学寡台语啦，才会当传承落去啦。即阵学校拢有台语课，囡仔嘛甲因所学的罗马拼音、参时大互相交流，这嘛形成台间学习的模式。根据内政部估计，115年台湾老人人口比例将会超过20%。在这种趋势状况，乐龄学习示范中心讲，互时大参无共世代囡仔斗阵学习，双方拢有利益，嘛通互时大老化速度变慢。平常时学的台语，来甲这个社区，看这个老人来搁去做一寡亲子的互动。平常时大拢做无用的，所以嘛无这个子孙的陪伴。利用这个机会，咱来看面唱歌。其实咱的脑部毋是讲到老的时阵都无路用啊，就讲你有在运用，伊的头脑、伊的细胞的活化。对愈呢，活络，嘛会当增加因呢，预防伊的失智啦。即个囡仔去社区体验，同学不只是有10岁，嘛有是70岁，大家从妈孙仔互相熟悉甲理解，互母语有一个团团的机会。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选鹅是海洋生态的健康指标。美国选鹅保育组织以商业的模式，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进行护育的工作。因伫陆地农场种选鹅，互选鹅生长速度会近50倍。伫咧中东杜拜选鹅农场的工作人员，将选鹅切做一片一片的幼片，结果放入去制作箱内面，观察因成长甲修复的情形。等选鹅大到一个阶段了，结果把因一个选一个放伫咧共一个圆形的木棒顶头，互所有的选鹅脆片连接做伙，安尼是会当互选鹅的成长速度近50倍。这是美国的选鹅保育组织 Corovita 所想出来的方法，因成立一间公司，将保育工作商业化，将保育选鹅的工作转到陆地农场进行。去年12月，因得到杜拜全球港务集团的资助，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成立分公司。Corovita 是采用辅助进化这种人工的控制方法，增强选鹅对压力的处理能力，还有加速选鹅被弄急了的恢复力。去年因就伫咧加勒比海种3万丛的选鹅，因为保育工作需要资金，就伫咧因的网站顶头开放民众领养选鹅。In the same way that we plant trees, which I do often for friends and family on special occasions and holidays,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also give back to marine life and water. And so it's the perfect
gift. It's the perfect gift to yourself and to nature, to be able to give back through planting coral into our oceans. 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3度到27度，中部地区25度到30度，南部地区27度到31度，东部地区22度到27度。大岛地区19度到26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4月初3，花莲大地动到大，地动尾要不断。台湾厝龄超过30年的，就有480多万户，其中6都已经核准的规模建筑案，也是以上北为主。伫南部咱看到吼，就是咱的透天厝较济，免啦伫即个经济上、安全上，啊，佮有未来设计，吼，整个来替伊做一个吼完整的介绍，啊，互伊会使做一个决策。5月11日，拜六中昼12点半，新闻看南方。然后，读台大经济系5月名字的同学欧进良的介绍之下，对民主自治同盟的读册会读过《中国之空间》这一册。实际上，政治单位早就伫